馬塞爾酒莊擁有25代釀酒工藝，自14世紀開始釀酒和種植葡萄。酒莊由馬塞爾家族100%擁有和經營，是意大利最負盛名的葡萄酒品牌之一。Belgardo 酒莊是馬塞爾旗下的升級品牌。Belgardo 葡萄莊園位於新型產區 Maremma Tuscana 的中心地帶。葡萄莊園以生岩產生的非常細的礫石質和被稱為 Albarese 的石灰岩以黏土混合物為主。出產的葡萄酒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濃度，但同時優雅和芳香。Belgardo 紅白酒系列 Belgardo 系列適合慶祝場合晚宴、送禮。Belgardo Ramantino DOC 2023葡萄品種 Ramantino Belgardo Ramantino 充滿異國情調的水果和黃土的香氣，擁有令人愉悅的礦物質味道和酸度。配搭食物海鮮魚類沙拉、清淡意大利菜。Belgardo Bransoni Reserva DOCG 2020葡萄品種 Sangiovese Belgardo Bransoni 帶有櫻桃、草莓、李子的香氣，酒體中等至較重、明亮而鮮明的酸度，單寧柔和，口感十分清新。配搭食物意大利麵烤肉芝士。Belgardo Tirrenico DOC 2020葡萄品種 Cabernet Sauvignon Alicante Cabernet Franc Petit Verdot Belgrado Tirrenico 混合了4款國際性葡萄，在法國橡木桶陳釀14個月，釀造出波爾多風格的美酒，帶有濃郁、優雅、地中海和黑醋栗香氣，餘韻清新可口，充滿活力。配搭食物意大利麵白肉烤蔬菜。Tenuta Belgardo Maremma Reserva DOC 2019葡萄品種 Cabernet Sauvignon Cabernet Franc Tenuta Belgardo Maremma 混合了2款國際性葡萄，在法國橡木桶陳釀18個月，釀造出波爾多風格的美酒，帶有黑莓、黑加侖子等黑色水果香氣，酒體飽滿誘人，帶有深色香料風味，口感持久。配搭食物冷盤牛扒、微辣菜式芝士。Belgardo Ciliegolo Maremma DOC 2024紅酒葡萄品種 Ciliegolo Belgardo Ciliegolo 帶有馬拉斯卡櫻桃香氣，並伴隨地中海灌木叢、覆盆子與淡淡的花香，酒體中等餘韻中帶有迷人的鹹香與礦物感。配搭食物紅肉帶香料菜式。